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26日下晡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代，头先就来报您知。美国参议院通过台北法案，支持台湾甲世界致歉，也通过香港人权民主法案，要抵制危害香港人权的人。朴有娜并且诉告司机尤振中，经过这1个月出来记者会，也强调讲伊的罪行是白白报你个乌。台北金华城已经卖出去了，未来会改造商业办公大楼。在联合国大会顶头，除了有3个友邦出声挺台湾以外，美国参议院外委会第25也通过台北法案，一来表示讲美国支持台湾，甲世界各国有致歉。二来要防止有个国家对台湾做出不利的行动。咱的外交部甲总统府也表示对美国感谢。所罗门和基里巴斯小电视和咱断交，台湾邦交处境真困难的时阵，美国参议员贾德纳提出台北法案，表达美国支持台湾维系全球的邦交，并且授权行政部门会当采取降级外交关系或者是减少外援等等的措施，防止相关国家做出对台湾不利的行动。嘛是警告中国，若是搁再挑工破坏台湾的邦交，会有效果。25嘛，伫美国联邦参议院外委会得到通过。外交部呢，对于美国国会呢，采取积极而且具体的行动呢，协助我方来巩固邦交，我们表达我们诚挚的感谢。和台湾友好的贾德纳表示，会继续促成总统蔡英文去华府访问。外交部表示感谢，嘛会继续关心台北法案刷落来伫咧参众议院审议的情形。总统府是强调，感受到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会继续和美国等地连小我的国家合作了国家吧。即马国际声援的力有咧增加，咱国友邦嘛伫联合国大会顶悬表态相挺。瓜地马拉总统莫拉雷斯更加是3冬来头一个伫咧联合国大会为台湾发声。Nations have the right to belong to this great organization. We believe that the experience and the capabilitie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could contribute to strengthening multilateralism in this organization and its specialized agencies. Firmly believe that Taiwan is essential to the full implementation of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瓜地马拉、施瓦蒂尼和帛琉拢希望联合国和台湾尊严平等参与应小决定议程。但是友邦洪都拉斯发言和去年同款拢无讲到台湾。若是传出邦交有咧叮当的图瓦卢，新任的外长接受访问的时表示，和台湾有长久的关系，无希望有任何改变，表态挺台湾。外交部嘛强调，目前台湾和图瓦卢的邦谊真在。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的联邦众议院以及着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小联署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会来要求美国总统爱伫法院通过的180天内，也有逐年拢爱列出危害香港人权的名单，而且也爱加因制裁。中国外交部也呛声讲，这个法案根本就咧挺香港的极端势力，甲这暴力分子，表示强烈的反对。We have a number of good measures before us today to demonstrate our support for the Hong Kong people at this critical time. 香港反送中的事件得到国际关心。美国联邦众议院伫华府时间9月25通过香港人权甲民主法案。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which requires regular evaluations of Beijing's aggressive attempts to interfere in Hong Kong's society. And there's Mr. McGovern's Protect Hong Kong Act, which addresses the disturbingly excessive use of force by the Hong Kong police against protesters. This bipartisan bill ensures that U.S. weapons aren't being used to contribute to these horrific abuses.
法案当中订定，美国总统每一年要列出侵犯香港人权的人事名单，而且冻结资产、拒绝入境等等的方式来制裁。国务院嘛会定期向国会提出认证，确认香港敢持有充分的独立权，而且嘛承认香港跟美国双边的关系，支持香港人民的抗议权。就伫咧众议院外几会通过法案了后，参议院嘛已经用口头表决的方式通过参议版本的法案。中国外交部嘛做出回应，指出参众两院的外委会报告香港激进势力甲暴力分子正恶质的行为，无顾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执意要通过相关的法案，这是公开替暴力分子来赞谢，嘛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中方是强烈愤慨，绝对反对，嘛强烈希望美方会当停止推杀法案，干涉中国内政，这袂进一步来损害到中美的关系。记者综合报道。代替普悠玛司机尤振中，自去年10月21扑命并车了后，在今仔日也头摆出面来说明案情。伊指控代替讲超工隐瞒事实，所以对伊有利的证据拢无缘无故来消失啊。伊也认为讲宜兰地检署是认定讲伊有罪，才甲北部移到乌。代替产业工会也出面来甲听，讲尤振中变做规个事件的替死鬼。流空，锥心之苦。伫记者会上，口甲真伤心。代替普悠玛雕塑的书记员尤振中，伫咧店11个月了后，头一摆出面说明，暗过情绪有完真激动。伊讲经历过火车并车的事件了后，未输死过一间共款。暗过伊伫记者会上对宜兰地检署的起诉、代替推卸责任和行政院的调查，伊拢感觉真不满。尤其调查报告定调书记员超速，伊讲伊袂摕家己和规台车旅客性命讲算笑。当时罗东出去是127，那我不晓得为什么他们会说是140。宜兰地检第一时间他就是有罪推定，台铁他第一时间是恶意欺骗，行政院调查小组他是刻意隐瞒事实，避重就轻。尤振中阁批评代替超工隐瞒，伊讲对伊有利的证据全部拢无去，包括记录故障的工作报单、运转时爱开车互伊锁匙的监视画面，或者是倾斜功能是毋是无启动的记忆卡等等。委任律师阁要求要调查代替讲法，毋是讲无去，就是讲弄害去。上班的工作报单，那关系到出车的问题，那为什么会凭空消失？运转室的录影画面，竟然也会说没有。台铁局他今天就是把我们的尤师傅、尤司机当作代罪羔羊这个备用编组不够或者是说坏车硬开，这个在台铁绝对是常态。对尤振中指控，代替表示尊重。若是交通部运安会一直到目前拢以开会理由暂时无回应。普悠玛和并且意外造成18个人死亡，200外个人轻重伤，会伫咧下礼拜一开庭。所以外界质疑，无看的人将近一档的尤振中无清脆，甲家属会室内煞选伫咧开庭进程才出面说明，想要影响法官开庭审理。宜兰地检署回应，所有的证据拢会公开，伫咧法院接受检视，会互证据来讲话，还原事实。对当事人选择伫咧法庭外陈述意见感觉遗憾，但是嘛尊重。总统蔡英文嘛表达关心，强调会请行政院特别注意，一定要调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的金华城总算卖出去啊！经过3摆流标，昨是用到372亿卖予维景集团下面的中石化转投资鼎越开发。中石化也表示讲，未来会改造高级的商业办公大楼，明年开始会动工，希望4年后会当完成。那本公司的旗下这个鼎越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今天以新台币372亿01万元。得标这个金华城土地标售案，落标过3遍，金华城第5、第4遍招标，底价降到342亿，加第1遍比是拍9折。结果是由维景集团旗下中石化转投资会鼎越开发，以372亿1万块标调，一价率8.77%。另外一间投标的新富发建设传出讲，伊的出价是300亿。鼎越开发标调，和外界质疑是倒手换正手，家己的标家己抢。因为中石化就是金华城上大股东，占过37%，
中石化讲，金华城土地是台北市东区正罕见完整大面积会当开发的土地，有创价空间。计划去登记上班，明年第一季开始拆，要去试动上班，预计伫2023年完工。未来金华城拆除后，我们将规划新建这个顶级的国际级的商办。那完工后呢，我想说可以为这个带来上万个这个上班族的这个提供了这个场所，那也带动这个中仑地区的这个繁荣了。那同时也为这个台北市中心发展带来新的机会。金华城预计11月30结束18年营业，此卖120位员工会依照路基法资遣。另外，电子礼款顶多是现金，将会退还给消费者。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最近饭店是直直倒，最近也有一间花销大饭店也讲要收起来。劳工局也表示讲，这个月有接到业者的通报，讲要资遣4名员工，却无人来申请劳资协商。不过透早去看，发现这个饭店是关门串户。政府也发现讲，消息是风声放映，有人讲有，有人讲无，目前还在调查。大门口搭着装修暂停营业的广告。高雄盐埕区这间华富大饭店在地经营10几档，主要是以陆客为主。不过所有消息讲，华富大饭店不是因为整修要暂停营业，而是有可能要关门。他要卖了，他目前是租约到期啊，他就不想经营了，因为可能生意也起伏蛮大的。跟那个时代可以衔接，所以我们要整修，就比较符合现代的要求这样子。这大概这1、2个月这样子而已。路管工会表示，业界确实有这个消息讲华富要停止营业，不过这个厝头家讲无这个代志，讲甲饭店的租约上少阁有4档，而且对方付这个租金嘛非常正常，该讲是要征收内部才暂停营业。不过高雄市劳工局在市政府了解状况，说无法度入去，目前嘛也找袂到这个业者。会去关心这些受资遣劳工在之前的当下相关的劳动权益有没有受到了保障？那另外如果有一些其他受影响的劳工的话，相关的工作权利、这个转制等等我们也会做相关的了解。劳工局表示，这间饭店总员工数有6个人，这个月是接到业者通报要资遣4个人，但是目前无人来申请到劳资的协商，但是劳工局会持续来了解，除了饭店所请的员工。那饭店的合作厂商的员工，因嘛会来了解到因的权益。若是讲这个华富到底有要关门无？主管机关观光局表示，还未接到业者的申请书，无法度了解到底状况是安怎。不过已经介入。记者王刘婷、陈显坤高雄报道。全国私校工会最近收集50间私立大学老师聘请合约，所发现讲，有的学校是要求这些老师袂使泄露年尾奖金，也必须要遵照行政主管的带领。阁有17间要求讲，若准备离职就要先来通知，若无就要赔钱。所以学校这款无平等的对待，也呼吁教育部要出手来制定标准。伫台湾做老师，公私立的权益是有差的，干那看聘约。私立的老师就面对真侪无公平的条款，有私立大学明定袂当泄露年底奖金，若是造成纷争，也是浪费行政资源，有可能会放弃头路，也是无继续请。若是要辞职，一定要伫3个月之前就通知学校，若无就要纳2个月违约金。我们从来没有听过公立学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公务人员、军公教有说我们离职还要赔违约金的问题吗？为什么私立学校就要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劳工一般劳工也没有这样的问题啊。也有私立学校，甲招生、甲行政拢变做老师的义务，若无法度达成，拢会变做敢要继续请的条件。私校工会指出，教育部103年时阵，捌伫立法院冻结预算的要求之下，对无合理的聘约提出爱改善的措施。但是最近检查50间私校的聘约，若无改善，程度愈来愈严重。私立学校法授权教育部要去定这个规章。那我们知道，授权你教育部定，你教育部就要定得很完整，你不能再授权。大家知道，再授权是禁止，是大法官释字524号解释讲得非常清楚了。法律系教授林庭尧表示，私立学校法甲教师法是公法，袂使互私立学校凊彩设定无合理的规章。教育部应该订定聘约的准则，互大学会当对咧行。出席记者会，国民党立委陈学成直接讲，立法院当地审查预算，会要求教育部提出说明甲对策。若无的话，冻结的预算会比103年较少。记者综合报道。
政治细分面，咱做伙来关心。台湾都失去2个邦交国，总统府国安会也表示讲，在咧年底可能有断交的风险。总统蔡英文今仔日也强调讲，中国对咱的打压是年久未深，特别在选举期间更加有可能。另外，蔡英文也针对着走私分的案件甲错落配问题有上新的回应。总统蔡英文26日一早出席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第25届年会开幕典礼，针对国安会事件，年底也有邦交国断交风险做出回应，也表示中国长久以来对台湾各种的施压，不过依然有真济国家在各方面支持台湾，帮助台湾。在选举期间，我们也都不能排除任何的可能性。那么在这段时间，我们已经请外交部门的同仁，那务必要全力来巩固我们的邦交。妇联会表示，后来当前在专机上卖37条粉也是超量。蔡英文表示，机上卖免税粉品，加司法调查9700多条私粉案是无同款性质，虽然无牵涉刑法，不过会有行政处罚。行政法上面有必须要进行惩处的那我相信我们的主管机关都会做相关的调查，并且进行这个惩处。另外，对外界关心赖清德表态，错落会无问题，错落会出现希望，28是不是有可能见面？蔡英文无正面回应，只表示会在上适当的时间提出上好的人选组合。我的答案还是一样的啦。第一个，我们党内的团结没有问题。第二，跟赖院长的沟通也没有问题。第三个，我们在最适当的时候会提出最佳的人选组合。媒体也问到真济伫台湾的香港学生，因为相关反送中，伫大学有被中国学生攻击状况。总统讲已经在了解，也强调民主国家应包容无共款的意见，不过袂当接受暴力。记者综合报道。在今仔日，高雄市长韩国瑜也到议会进行施政报告，也因为议事规则有改过，报告了后的质询，敢若会当到暗时6点，而且要质询，搁爱抽口啊、抽污才会得质询。民进党的议员是真生气，先甲名大力调表达抗议。韩国瑜报告说，民进党团要互韩国瑜是质书，也甲国民党团发生冲突。咨询权。高雄市议会进行市长施政报告了后，民进党团才拄开始质询，就和国民党团发生集体冲突。时间暂停。原来民进党团质询的时阵，议员要提示质书予韩国瑜，煞予国民党抢去，搁再加上冲突发生了后，主席唔肯先暂停计算质询的时间，议员全去冤家互相泼水，到最后搁起骹动手。民进党会送实质书，原因就是议员问韩国瑜在1月总质询的期间，敢会为着参选总统请假？韩国瑜并无正面回答。会不会请假？好，是或是不会？目前为止会或是不会？目前为止还没有规划请假的事宜。那你能不能跟我保证总质询的时候你不要请假？如果有请假的准备的时候，一定会跟议会报告。本席的30分钟的质询时间，因为冲突用掉一半，民进党团只好赶紧继续质询其他的问题。韩国瑜用1点钟报告施政的成果和未来规划，毛真侪韩国瑜的支持者甲别汉的民众伫旁听是关心，好在双方并无爆发冲突。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教授协会提出韩国瑜30年前的论文，批评韩国瑜少年时阵是反共，真说是亲共。也讲到韩国瑜叮当年的论文，就预测香港有反送中的情形，打算对中国拢极点点。韩国瑜竞选办公室也回应讲，韩国瑜的两化政策从来就唔捌改变过。昔日反共，大声话口号，台湾教授协会提论文出来，要找30年前的反共青年韩国瑜。这本黄色论文的封面写大字，为中国对台统战策略看两项谈判。是高雄市长韩国瑜30年前为正大同学所毕业的硕士论文。台湾教授协会指出，韩国瑜当年会当精辟写出中共对台的统战手法，无想到讲即摆韩国瑜所加入去中联办，承认9二共识。青年时候的韩国瑜的话，他是
非常坚决的反共啊，好，但是以现在来讲，我们却看到韩国瑜是进到中联办是一面的这个舔共啊。韩国瑜的论文当中，嘛讲到一国两制明显违宪，法律上真侪漏洞。文中嘛引用其他学者的见解，烦恼伫咧一国两制之下，会出现香港倒翻印度大陆的问题。台湾教授协会认为，这是有缘香港即马反送中的情况。你这个两制的话，到底这个犯罪到底是要由谁来受审？那在中国当地犯罪，那到底他逃回香港之后的话，那香港要不要再引渡回中国？中共政权的话，利用这个机会的话，想要修改他们原来的这样子的一个逃犯条例。韩国瑜竞选办公室回应，韩国瑜的两话主张将来唔捌改变。他的论文跟他现在的主张理念也都是一样，那么就是强调说，在两岸的关系上面，我们需要有稳健而且呢务实的对大陆的政策，而且呢重点是要捍卫中华民国，而且呢是要坚定台湾的自由民主。针对民团邀请参加929挺香港大游行，韩国瑜办公室表示，韩国瑜一直拢真关心香港，希望香港恢复和平理性的对话，嘛强调台湾未像香港有一国两制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讲到2020年的总统大选，外界拢真好奇讲，郭文哲甲郭台铭敢有要来合作咧？蔡壁如也表示讲，郭文哲早就伫国党宣布无要选进前，就知影这个决定。不过郭文哲今仔日也出面背会，强调讲，看到国党一直咧箍人，大家拢抓准又要选。颁奖予社区关怀社区志工，台北市长郭文哲为社区关怀据点揭牌。不过郭文哲伫咧媒体专访当中讲到，如果是高雄市长韩国瑜当选总统，伊就爱食爱困药啊；那总统蔡英文连任，伊就爱食镇定剂。面对追问，伊强调这两项药啊其实差不多，嘛强调家己并无要参选总统大位。我就是不敢，没有啦，我觉得。还是尽量维持跟市民的承诺了，不要中途绕跑去选了。对国安会议的报告指出，中国介入台湾的选举，国讲操作手法是有被拍了，支持第三势力瓜分民进党的票源。郭文哲认为，中国建派操作拢是反效果，嘛口说讲这根本是胡选汇报。哎呦，我感觉干脆就上面写这胡选汇报就好了。哎，我感觉这嘛一个沦落，你知道沉沦。对新北台北市政府市政顾问蔡壁如接受媒体专访，讲郭文哲早伫咧郭台铭宣布无要选进前，就已经知影这项关键的决定。郭文哲是好人，强调两个人伫咧新竹新丰庙见面的时阵，伊拢阁叫是郭台铭要参选。我都以为他要选，我跟你讲，他们说奇怪，怎么一副要选不选，到底怎样？可是我们都不晓得。我们想说，我那时候怎么可能？国民党中常会25通过郭台铭的慰留案，希望郭台铭归队。郭文哲也讲，这是国民党的家内事，伊管袂着。郭台铭办公室是再次强调，绝对袂接受慰留。既然都随人行随人下，就莫阁互相干扰，高甜。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做伙来看好真，因为美国非常不满万国邮政联盟邮资的规定是对中国较有利的，美国也放调讲要来退出。万国邮政联盟伫25也落软，同意进行改革，在明年过年半了后，美国就会当定新的汇率啦。面对美国放调讲要退出的代志，万国邮政联盟 UPU 伫日内瓦召开史上第3届紧急大会，192个会员国同意一项两步的方案，改革邮资汇率制度。2022年开始，邮件甲包裹收件量较大的国家，会当伫分发对海外来邮件时阵，征收自行申报费。美国嘛要对明年7月份第当开始实施新的自行申报费用。The good news is that we have a strong universal postal union, stronger than ever before. And there's not one single country that's going to walk out of this place. 万国邮政联盟 UPU 是联合国专门机构，已经有144年的历史。伊会现状互开发中的国家优惠犹太，中国甲非洲国家是上主要的受惠者。川普政府去年10月份就呛声讲要退出，因为优惠结果真久啊，无符合即卖行情。中国早就已经是电商头角，而且佮继续享受犹太，牺牲美国企业的利益。美国贸易顾问纳瓦洛佮写文互金融时报，讲这个问题互美国国内正品细项包裹的优惠比中国寄来假的佮较贵。美国邮政管理局每处理一件大概了$1。这个万国联盟两步，纳瓦洛讲会当替美国先5亿美金。开创新的川普式广告品牌。Yeah, rates are going up. Yeah, we'll buy less Chinese stuff, and we'll buy more stuff from other countries, and we'll make more stuff in America, and the market will be free of distortions. And that's we call that a hat trick in hockey.
外界普遍认为，美国这个行为是对中国无公平贸易各一项反击的措施，要全面来预防俗嘅商品被关税入去美国。记者综合报道。伫联合国下面的气候变迁专门委员会25也发表报告，强调海平面上升的速度是有史以来上加紧的，严重影响到人类甲生态，呼吁各国拢要有应变的措施。This new IPCC special report highlights the urgency of prioritizing timely, ambitious, and coordinated action to address widespread and enduring changes in the ocean and cryosphere. 联合国旗下下政府气候变迁专门委员会 IPCC 9月25伫摩洛哥发表上新的报告，标题是变迁气候当中的海洋甲冰细菌。而且，若是人类搁唔控制碳的排放量，全球气温继续变高，2100年以前海平面可能会变高1公尺，这个速度是20世纪的10倍；2300年以前，还佫有可能超过6公尺。Last century, we have seen a rise of about 15 centimeters, and the rise in sea level is accelerating. And we must understand that this rise in mean sea level adds to the surges that are coming from the storms, from the increasing intensity of hurricanes and cyclones. IPCC 的气候学者表示，海平面变高嘛，代表灾难会变甲真肃常，演化真侪城市会消失伫海平面以下。全世界超过24亿住伫海岸地区的人拢会去受到影响。报告嘛指出，除了吉林兰、南极洲冰川下游地势海平面变高以外，喜马拉雅山脉冰川嘛减真侪。最尾，中国长江顶顶10几条河的水量嘛减少，冲击到亚洲地区的供水问题。而且阿拉斯加甲西伯利亚的永久冻土，伊的解冻速度嘛增加，出现大量的温室气体。If our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continue to increase strongly, around 70%. Near surface permafrost could be lost. 纽约时报报道，人类会当开真侪钱去月球，毋过却无法度解决气候变迁的问题。海洋甲冰雪圈的范围超过80%的地面，却因为人类造成的气候变迁，当地暖化、酸化欠上速，会甲自然生态甲人类带来灾厄。What are we going to do as we're faced with a greater and greater, faster and faster sea level rise? We're going to fall further and further behind. It's going to cost money. It's going to cost lives. It's going to become unmanageable. That's what I would tell world leaders. 记者综合报道。亲像工厂、电厂所排出的污染是固定的，不过也要根据法律来惩罚。在过去审查的时阵，民众是无法度来表达意见，也变作是政府伫咧威胁者。环保署也决定讲要修正相关的办法，让民众会当来参与表达因的意见。云林县政府2017年审查氯氢车炭甲石油打许可迁塘的时阵，捌引起环保团体甲在地民众的抗议，要求县政府就唔通发这个杀人的牌照。不过，若照过去审查许可证的案例，民众根本无在条去参加。现此时，环保署就拍算要修订相关的办法，让民众找有管道表达意见，而且到时也会加入参考。过去安怎审查的内容是安怎样，无人知。民众想要知道，对不起，这是厂商的机密。这一次我们把它摆出来了。最后的审核的情形是如何？当然他要去参酌，这个对审核机关是一个应该是说是一个蛮大的压力啦。环保团体虽然肯定修法，不过目前除去工厂、电厂所设的所在是伫咧空污的3级放射区，也是地方政府有具体空污减量的计划书，会当伫迁塘许可的时阵去限制固定的污染源头。一般的状况之下，民众根本无法度去要求减少污染量。很可能在许可证的展延上面就没有办法再去变更许可证的内容，而必须要依照原来的条件去展延。像这个部分变成民众想要再要求点煤更多的时候，就会变成在法令上面做不到。环保署表示会继续评估各界意见，也强调这是20年来上大的制度变化。另外，过去也有业者透过移动去提高污染物的排放量，这届修法就会使改善这个问题。那移动超过一定的户定，就要搁重新申请许可。记者综合报道。
防号做是烈癌的小花曼德兰，伫台湾是炭甲真严重，到影响到原生食物的生态。林务局以10公斤5块计数伫咧收，经过18年啊，面积虽然有减少9成，不过到今也是有超过5000公顷。世界前100大入侵种的小花曼德兰，伫咧台湾炭甲满山片。林务局当年拢会抢伫咧10月开花结籽进前办小花曼德兰风地月，呼吁全国的民众做伙来除掉烈癌。因为这个曼泽兰对环境会造成很大的破坏，会把原生种的植物都覆盖枯死，所以这个活动很有意义。好啊，把它除掉才不会延伸啊。我们这边都是以农为家，我们农是我们的主要的产值。小花曼泽兰如果不根除的话，对那个种植植物有很大的影响。小花曼德兰真臭真，炭甲真紧，不管是长期的根也是藤，拢真熬补的，都要集中烧掉，才有法度来防治。林务局以1公斤5块的计数收购小花曼德兰，鼓励民众加入除草的行列。从2001年到现在已经进行了，今年进行到第18年。以我们台中市来讲，最高到达1300公顷。那依照最新的资料呢，去年只剩下110公顷，所以我们一定要除慢务进，一定要把最后的一里路达到。经过10多冬的打拼，小花曼德兰分布的面积已经减少90%，目前统计有原有5132公顷。林务局今年打算要除掉570公顷，预计要收购195栋，想要让烈癌伫咧台湾长根，佫需要大家的打拼。记者综合报道。伫咧24半暝啊，金门华顺队伫金门水头港区查到走私大闸蟹，也就是上海魔蟹的案件。涉量的船长利用小3桶的货轮走私40多箱，大约有360多只的上海魔蟹，市价大约是超过100万，而且这无检验魔蟹，食落到底一定会出问题。84、85，一箱85。目前清算一箱大约85只大闸蟹，受这种病。海巡人员一只一只清点装伫咧玻璃笼箱仔内底的中国魔蟹。24半暝，金门海巡人员伫咧水头港区出勤的时阵，发现一台可疑的车，就停伫咧小3桶的货轮边啊。安检人员检查了后，伫咧4娘的船长，也有伊3个朋友走私的船仔顶头，超出43箱3600多只的中国魔蟹，市价差不多100万。经过我们的侦讯了解，他是船员的身份，利用这个身份呢，到大陆的泉州来购买这大闸蟹进来到我们金门地区来，后续要伺机运往台湾来牟利，很不幸的就被我们当场查获。上天大家拢兴食中国魔蟹，有业者就上阵这个相机，企图冒险，甲无经过查验的中国魔蟹直接炸入来台湾。华顺队表示，这批走私行动有可能是走私集团在试探台湾，敢会严格执法。我们初步判断这个部分可能是是属于试探的性质。那看我们的质检强度，后续再来做更大的一个闯关的活动。无经过检疫就入来台湾的中国魔蟹，可能会有致癌的物质带后身，有危害个人健康的可能。后续华顺队会全部销毁，也会加强巡查。整个案件会依照违反海关缉私条例，函送关务署高雄关来裁处。记者综合报道。囡仔若是早产，定定心脏发育无完全，那准是伫咧华东地区，拢爱送到北部进行手术。花莲主治病院目前已经完成头一个婴仔的心脏导管手术，手术真成功，在今仔日婴仔满月也出院啊。妈妈手抱的是今仔日才打倒这小珍珠，打出世的时阵，就去互发现喘气有困难，带入去加护病房了，佮去互发现伊心脏的血管得到开放性动脉导管无关起来，必须要动手术，互爸母真烦恼。呼吸越来越没有办法，就是一定要一直带着呼吸器，所以最后才跟我们讨论说一定要做手术。听说另外一种手术是动胸口，那时候我听到就感觉会非常难过，因为他们小孩子还那么小。开放性动脉导管是先天性心脏疾病当中加速上快的一种，红孩仔出世2-3天以内，
主动脉甲血动脉之间的动脉导管会进行功能性闭锁，开始血液循环。啊，毋过若是无关起来，会造成喘气有困难。早期必须要对胸坎开刀进行手术，即马敢若需要对大腿内血管放闭锁器，但是下手术比大人较学。最困难的地方其实是一开始建立血管路径。当然，小朋友他的那个血管比较小条，那有的时候开放性动脉导管太大条的话，其实我们闭锁器不见得有办法能够找到适合的尺寸啊。主治病医表示，开放性动脉导管发生的几率是1/2000。因过这种患者拢爱送去北部进行医疗，啊，毋过即马花莲嘛有能力会当完成，而且手术敢若需要1点钟，阁袂有饱，是东部心脏治疗的一个重要进步。记者综合报道。好，谢谢。面部辨识的应用是愈来愈宽，台湾真侪学校也开始使用。毋过人权团体也质疑讲，学校用面部辨识，等于全校的老师、学生拢互监控。教育部也回应讲，会想相关的办法，赶紧来研究。人面辨识当时行，台湾的校园嘛在赶流行，亲像清华大学内美所都开发出 AI 教学辅助系统，会当透过面部辨识的技术，自动记录学生出勤的情形，甚至讲学生是毋是有专心上课，拢看会出来。技术看起来真先进、够方便，但是互部分的学生甲人权团体真倒弹。学生往往都是被排除在这些讨论之外的。先不论学生是否能说不，学生甚至连知道有这个讨论的机会都没有。我要引入人脸辨识系统，它应该要首先举证说，比如说我在图书馆的门禁管制上面我人力困窘，或者是我今天在校门口啊，我就是请不到保全。如果没有办法举证这个比例原则的问题的话，我认为他用人脸辨识资讯系统去进行管制的话，这是一个比例明显失衡。人权团体指出，台湾这2年来至少有超过10件校园使用人面辨识的案例，包括借册、课堂签到、建筑门禁等等。但是如果身份特定的资料外泄，什么人要来负责？呼吁教育部应该制定明确的规范管理。部对于校园安全的管理，确实没有一定要用人脸辨识来达成。它也只是一种手段，所以本部从来都没有去叫所有学校去推动这个措施，会认真研议相关的措施。出门免砸现金，只要将面向准镜头，就会当完成纳钱。中国已经将人面辨识的技术应用在行动支付顶端，甚至讲社会信用评分制度引发监控的记录。去年台北市教育局嘛捌拍算在8一路顶4间学校推行人面辨识，后来引起争议，怎停起来？人权团体要求教育部必须要严正面对这项议题，甚至讲直接禁止校园使用。记者综合报道。咱拢知影讲，政府伫咧日前有推设换冷气、换冰箱的补助以外，经济部也要来推设到节省家事的补助。民众若准时买1级、2级能效的家事炉、甲家事热水器，大概会当补助1000到2000块。即卖袂少家庭使用的加速炉和热水器，拢是较低效率的产品，毋但消耗能源，加速费嘛开较济。为着要鼓励节能减碳，除了进前的冷气、冰箱等等项目之外，经济部搁再推出节气用具，按算补助5亿，每一年会当省10万户家庭的加速用量。1级的它的燃烧效率是比较高，那总共有分5级，多增加个那个20-30万的营业额吧。根据经济部规划，若是买能源效率1级也是2级的加速炉，一台会当补助1000块。加速热水器分做2款，自然通风式一台补助1000，计数较悬的强制排气式每一台补助2000。经济部估计会当补助差不多31万台，带动销售额26亿。老人化太多了，年龄都很大，你觉得那个老人家舍得花一个1万2，你补助2000块去换一个吗？我跟你讲，很多人都舍不得。经济部统计，国内每年加速度和热水器差不多卖40万台左右，但是目前安装的大部分都是3-4级能效的产品。若是推动换机，会对节能有真大的帮助。而且除了民众买新机享受补助之外，一旦换更加高效率的ren具，每一年会当省差不多3000块的加速费。记者综合报道。因为你若是买到上清上歹的物件，一定爱开互大家偏芳一下。所以伫网络有一种形态，或者是开箱，将物件开透互看。最近这款开透文真时行，而且开透各行各业的内容甲秘密，咱也做伙来看。低头啦，鉛筆啦。烟筒啊啦，肥料啦。一个囡仔举低头，另外一个坐在火炉顶悬。
本年的农民对着上时行的开头文，甲大家拢咧使用的大项细项的农具，一捆啊拢撒出来，摆出阵势来翕相。真讲吼，你做是偌久啊？做40多年啊啦，嘿。啊，这物件你拢是平时拢会使用着吗？系啊，逐工拢爱用的啊。真讲用久嘛有感情啊？有啦。农夫开箱文呢，主要也是希望可以透过这个活动，然后介绍大家小农的配备。还有他们会用到的用具，然后也透过这张照片，可以让大家看到农夫的全貌。不管是透风落雨，这农具拢对农民去参与做事，对农民来讲是真有感情。若是农民，台湾各行各业为警察、老师、交保护森林的护管员，伫海边捡粪扫的警探团，甚至是检察官，拢总甲家私款出来翕开头的相片。那行军床呢，是希望让检察官有一个很舒适的地方，可以马上躺下来休息完之后，保持最佳的体力，再接着后续的侦查作为。开箱文的方式宣示我们已经万全的准备。新竹地检署也呼吁各位千万不要贿选。检察官除了电脑、文件这工具，连泡面、提神饮料拢已经传好，要迎接刷落来的大选。新竹地检署用开头文这种轻松的方式来宣示掠贿选的决心。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北屯的南兴公园，因为要让大水会当消透有春秋，内面有一个地方池。不过，后民众发现讲，竟然有人伫遐搭一个寮啊，搁饲一寡羊啊、鹅啊，有影是喊呱呱。几啊只鹅伫咧水内底游，边仔佫有几啊丛落雨翔，看起来真水。而且边仔佫有几六只羊尾仔，完全唔惊人，佫会讨物件食。这款画面看起来真新鲜。不离个这个所在，说是伫咧中华区的地方池内底。我觉得 OK 啊，就是也没有什么臭味吧。以目前这样是还可以，但是以后的让房子都盖起来的话，这个人会觉得比较脏乱一点。这是台中北屯中华区内底的地方池，不离个说去民众指出，地方池唔若去用围起来，变做高水的动物区，而且内底佫有插起的寮仔，就真外伫水口的边啊，有可能会去影响到防大水的功能。中华会方面表示，这寡动物伫遮差不多2年多，啊，毋过唔是挑故意要饲的。办法是有用到这些生情的祭祀，他们留下来了，朋友来看了以后，这太单调了，一个人又送个人一对来。中华会表示，当初是各方寄养的，佮加上日头也飞来遮生团，或者的动物是愈来愈多，而且市政府嘛派人来了解，这算是公园用地，照自治条例规定，原本就袂当饲。我们在本身的公园管理自治条例里面，它并有禁止说我们在公园里面有相关的一个饲养的行为，所以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饲养行为是禁止的。用工处表示，南片公园的地方池是伫咧旱溪旧河道，是为着落大雨的时阵，互大楼的溪引流，避免造成水灾。而且这个区域算是公园用地，是到中华会任用代管，饲动物已经违反自治条例，会要求改善。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市南寮地区因为较倚海边啊，但伊风台来或者是东北季风的时阵，拢甲这电火条啊吹到外高之处，甚至佫会停电。为了要改善停电的状况，经济部甲台电打算要来将电火条啊做地下化的工程，伊也打算在3年内要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几排的电火条啊，未来拢有可能地下化。新竹南寮沿海地区受到风台季节的期间，电火条啊算断停电，造成附近的居民受到影响。看到这点，台电按算要用3天的时间，和附近124支电火条啊全部拢地下化。台风的话，跳电会比较会有啦，嘿。风大的话就比较会跳电啦，对，停电可能一下子啊，哎呀。现在台电想要把电感地下化。是可以啊，因为刚好有一支电线杆在门口，有没有？对啊，地下化比较方便。地下化后应该会更好啊，因为以后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啦。每年的9月到次年的4月份，这个东北季风的话，会把我们这个岩层的话会带上来哈，吹上来的话附着在我们的绝缘电杆上面、绝缘路的上面，会造成它的沿害。台电表示，目前已经刷除68支电火条啊，按算会伫咧明年风台季节内进行全部完成。
已经那个完成的那个公里数呢有2.68公里哈。那其他的2.36公里，我们预计配合那个我们市政府的路政的核发，所以我们预计在明年，也就是109年台风来临前的话我们会全部把它完成下地。除了电火条的刷度工程之外，台电嘛依照进度，佮配合新竹市政府的路平计划施工，减少车路直直乌来乌去，希望会当减少停电的情形，和民众带来稳定的供电。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佐镇二寮里南164之1乡道，去年8月落大雨，造成这个车路规个歹去，到今也搁伫咧修复，不过也造成当地民众非常的不方便。佐镇区公所表示讲，目前赶紧伫咧抢修，安装到后礼拜3就会当完成，到时阵就会予民众一条安全的车路。老爸骑着奥多摆载着2个囡仔，伫咧无平的道路顶面行，时间是透早6点外，因为囡仔等咧赶要去上课。在到地点了后，才有交通车来接送。虽然对厝到学校上课的路程超过17公里，不过今日已经是算状况好的，因为已经会使奥多摆通行。佐镇二寮164之1乡道，去年8月好雨放弃，在后复建工程到现在拢已进行当中，但是进度是不如预期。是真歹赶伫开遐咧进程，完工通车，厝住伫山区的人行者地，只会使伫道路修复进程，用行来坐车。用走呀。走到哪里？走到交通车要载的地方。对此，佐镇区公所开遐进程已经是请厂商搭建临时的行人便道，并且设有扶手栏杆，予学童撇开真歹行的路面，顺利行过放弃的所在，就近到校车接送的地点，减少通勤的时间。旁边有做一个木栈道，用模板钉设一个阶梯，然后旁边有搭设扶手，让学生可以安全的通过。在未来，当路完全的畅通之后，柏油铺好了，我们的孩子就会有交通车直接接送到他们的家门口。佐镇区公所强调，今日天气变好，区公所嘛督促厂商赶紧来赶工，预计后礼拜3恢复通车，会当予学生以及用路人一条安全回家的路。记者王正훈台南报道。今年81岁艺术家谢李发老师收藏艺术品50多年啊，伊也讲收藏也是一种创作。即马伊要将伊一生所收藏70多件艺术品，全部捐予蔡瑞月文化基金会来拍卖，要替纪念蔡瑞月100岁活动来种资金，也希望有更加侪艺术家对这片土地爱惜甲认同。那个时候我不认识他，到现在还不认识他。那我就知道他是好画，我说相当不错的一幅画那也没看清楚，整个的感觉就是很好。看就捌啊，就决定把这幅图收藏起来。艺术家谢李发讲，伊的收藏品从来就唔是为着要等伊起价，这是伊另外一种的创作形式。70多件的收藏品，嘛是谢李发偷开人间零件的创作元素。即马伊全部捐予蔡瑞月的基金会，讲这的收藏品化作零，是偷开人间零件这个创作的最后一段路。收藏是一种思想，一种信仰，也是一种力量。这是变成一个创作的一个过程。现在有所谓的观念艺术，观念艺术用行动来变成有行动艺术，它是有一个过程，这是一个结尾所以在今天的结尾就是我作品的结束。身为头一个描写台湾美术史的谢李发，为师大美术系毕业了后，就去法国留学，然后住在美国，参与海外台湾独立运动，和同款捌去红立在海外乌名大台湾现代舞的头一人蔡瑞月做伙结冰。这届伊捐出收藏规4人的艺术品，赞助纪念蔡瑞月100岁的活动，希望台湾精神会使继续传承。所以，阮真希望未来阮这个基金会会当培养属于这个台湾精神运动的这个团队会当互因的舞蹈会当搁较有台湾的文化甲台湾的精神。70多件的艺术品，包括朱明、洪瑞林，也有陈定波等人的作品，拍卖起跳的总价值超过950万块。谢李发希望会当帮赞同款有艺术梦的台湾少年人，在这片土地开出更较水的花蕊。记者洪明珍台北报道。
屏东县政府举办第2届金闪闪音乐合奏比赛，今年有26队690几位来自各乡镇的阿公阿嬷报名参加。唔但因爱会晓演奏乐器，佮爱把谱背起来，有影是台顶3分钟，大卡跪出镜。阿伯骑铁马入场，就敢若汤妹妹演奏就要开始啊！现场的观众朋友是紧甲扑个声吹落去，详细甲看舞台顶阿公阿嬷的头壳顶，拢放一个美酒矸仔，有影介心色。这是屏东县政府所举办的第2届金丝丝合奏会，顶就大舞台演出，阿公阿嬷是嘴啊利塞塞，欢喜甲。真正介好啦，政府办这安尼样，我感觉讲介好。照顾拄好，这老人较袂安尼，无你点点啊倒风尘啊，足无聊啊，拄好有这个开哦，足好啦。杨志伟讲就讲啊，恁参加云山站合作，唱不来，我哋最多人嚟36个人。阿公阿嬷唔若走了袂歹，这乐器还有整体造型，佮用真侪心思，捡塑胶袋啊、甲水桶来做，有影使人佩服。长辈跟我们说，他们每个礼拜都会练习3、4次，早上、下午都要练，为了这样的一个比赛。我们常说这些活动其实是一种心灵的蛋白质，那这些艺术、音乐合奏就是一种对他心灵的一个养分。金丝丝音乐合奏比赛，今年总共26队690个为屏东县各社区关怀据点的士大人来参加。伫咧6队客家文化园区的演艺厅合奏国内歌正出名的歌曲，为18姑娘报道漫步到万贵胜利。阿公阿嬷目睭是拢铁甲大啊大蕊，对音乐奏出人生无共的声调，享受这无共款的快乐。记者综合报道。伫南投六国千岁德家歌团，团员的年纪加起来，拢真正超过1000岁。这社区的时代也做伙学德家歌，愈拍是愈有兴趣，而且是用在地生产的南德家，因大家拢感觉真有意义。社区的老大人对老师的节奏来拍德家歌，伊是南投六国对南社区千岁德家歌团，团员拢超过65岁，用社区的马字笛来做乐器，世界去表演，哪活哪少年。旧年拢是拢伫市啊拢有表演嘛，即摆今年拢做咧衫线呢，红衫拢大概35个拢有穿啦，车顶衫穿落，拢大概嘛讲减条20岁哦。学拍德家歌，唔拿训练出招，除了拍地讲，还要配合真侪动作，袂使互身躯活动起来。千岁德家歌团内底有几个超过90岁阿嬷，因咧拍鼓曲势真好。我就是有啊，我来无偌久啦，我来3个月尔，因较早这歌啦，拍起好啦，欢喜啊，真惜啊。90岁啊，都来遮做运动啊。我咱囡仔都无读册，大家来遮真快乐，袂困难嘛。从有这个冠老剧人之后，我们就发展这个打竹管这个乐器哈。那利用我们当地的特色，就是孟庄族哈下去做乐器下去打哈。我们有一些社区的活动，我们都会出去表演这样子。德家歌团已经将这是社区老大人的生活重心。社区表示，未来会继续请老师来教因拍鼓，和许多人做伙世界去表演，快乐过生活。记者综合报道。英国伫 Greenland 的寒天，拢会看到冰车狗伫咧冰顶面拖车。不过地球暖下了后，寒天是愈来愈短，冰也愈来愈薄。这个冰车狗颠倒就无路用，有的就去用安乐死，实在是真唔通。细车狗一直肥，敢若是一个欢迎主人回来。伫咧北极圈内面的格陵兰岛是全世界上大的岛屿，境内有超过8成的土地拢互冰雪砍掉去，所以就发展出细车商业，用狗来诱细车载观光客，一天就当互业者赚$150，相当是台币4500。不过，伫咧全世界气候暖化和冰山遍布，也互细车的行动范围受到限制。It's in my blood, and my son now, Kunuk, is in the blood. So if we had no more ice, what will we do? We had nothing to do. 调查显示，北极地区暖化程度是地球其他地区的2倍。格陵兰统计局伫2006年就统计发现，
原本2002年有25000只细车狗，即马只敢若剩15000只。所以，正关系伫咧恶劣环境利用大自然资源生存的因纽特人，就烦恼细地拍来传统会因为气候变迁消失。Climate change is definitely not a good thing for dog sledding. It's just downhill. 细车使用的时间若缩短，细车狗的饲养费用就变做当地居民的正大负担。所以，就人因为无法度负担饲狗的费用，就要甲细车狗安乐死。另外，气候变迁也对格陵兰社会生态产生改变，必须居民就要伫咧全球暖化加传统生活方式中来找一个平衡点。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清查要安怎安排？来看气象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为25度到30度。中部地区为27度到32度，南部地区为24度到32度，东部地区为23度到30度。再来看外岛地区。为25度到31度。新闻最后也带恁来到加州看人工海鹰的雌鹰比赛，也感谢恁收看下晡新闻，我是嘉豪，马上甲你时间再会。